咱外交部修改规定，伫护照顶头的英文名称、外语拼名等等，会当用咱本土语言的拼音去写咱无语的名字。到今这个规定已经修改有5档外，所有民众投诉讲，伊要用教育部的台罗拼音去增加外语的拼名。外交部的承办人员煞毋若对这规定无清楚，甚至佫甲刁难提出。目前外交部是已经回息咧，嘛表示会佫加强教育训练。国家语言法典法自2019年开始施行以后，为了尊重台湾本土的语言族群，外交部有修改护照条例施行细则。伫护照内底外语名、外语拼名，无论是台语、客语还是原住民语，拢会当以英文字本标示。不过，所有民众都讲，一直5月20去换护照的时，希望增加台语文拼写的外语拼名，煞去互外交部承办人员刁难甲提出。我说嘛，伊就感觉这可能发音做好笑，伊就开始对我讲讲我做大声安尼，我就感觉讲伊已经无一个公务人员的站站，所以我就登得抗议。伊最后是讲啊，这个东西啊，我说了以后上面也不同意。第一讲伊家己大主大，伊讲外交部是无赞成咱用这个国家语言来写咧的名。民众表示，当时有提出教育部线顶台语词典所拼写的台语拼音来证明家己毋是黑白写的，但是对方的态度也是真无客气。有学者就指出，新规定施行到今已经5年多，承办人员对法规也佫无够了解，毋若爱检讨，外交部嘛应该加强语言意识的训练。但是，就是因为咱过去迄个中文的这个环境实在是太强势啊！即摆咱慢慢咧改，嘛希望当借这个机会，互大家知影讲，你的名吼无一定要用中文发音，你会当以你的本土语言的这个拼音去写。这件代志的当事人事后有向外交部投诉，外交部是回应讲，民众照国家语言的拼音来增加拼名是绝对无问题。国人拟以闽南语读音作为其护照外文别名，是符合相关规定。外交部将持续加强人员的专业训练及服务态度，以维持良好的服务品质。后续当事人已经有摕到有票台语名的护照啊，外交部嘛有写批甲回信的。原来针对当时的承办人员，外交部解释讲，因为是其他机关的支援人员对护照规定无够了解，以后因会佫加强训练，避免这款代志佫再发生。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